南投仁愛鄉的中正國小打造布農族傳統的石枋厝。講這個石枋厝，甲其他原住民上大的無同，就是有天窗。我們要先邀請我們的祖靈進到我們的家屋。布農族傳統石枋厝完工，部落長老帶大家找真儕種的農作物，走向石枋厝。向祖靈並各祈福，毛選過傳統石枋厝正式啟用。用我們的原始的石板來建造的，都是比照我們傳統的在過去舊部落的形態來建造的。中正國小依照布農族傳統工法和起厝方式，打造傳統的石枋厝。開始啟用，向真濟部落的少年人來這翕相體驗。越在地越國際，所以我們透過家屋的建立，讓我們的文化不只是在博物館裡頭，而是讓文化在生活中扎根。石枋厝的設備和空間使用，希望讓學生和部落居民更加清楚了解族群的歷史文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